这是得嘞，俺那不对个现在人生办那是也，他那明了阿爹老里，等看法呢，这不对劲，那俺们就看法这的，等呢小家呢了，等呢打扫打扫，等卡套呢了，等面都啥，等呢我穷那个的穷也啥，等那俺们等呢。干嘛最没着啥？干嘛叫来的？用我家嘛，等你把路来，等人家还是看法，这做的消息，等你，等俺的人生呢，这白打的，他妈的这样新的造里，等你皮跑到那，等啥个家那，你看吧，咋子来的？等你看一家头，等咋你的，让旁边吃了的，旁边煮，人都煮嘛的这个的，等这啥常常看法的了，等人家等你看法呢，等卡套呢。新年的那小刚要的，这刚要的，这三个月那得碰你老是碰面都的当的嘞。等你新年做包人就帮拍了的，哦，当年俺说帮忙了的，等没那俺说看法的，缺炒的了嘛的，啥个缺碰你炒的了嘛的，没有看法来的，俺说人对没那帮忙的没那缺碰你炒的了嘛的，等你俺说你没那缺碰炒嘛，等你，当然俺说给老九等着的，等当你俺给炒的，我追着拍照的，你来了的，哎呀，这是的嘞。